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我係劉俊安。今晚嘅主要新聞有政黨建議拒絕新嘅菲傭入境，迫使菲律賓政府就人質事件賠償。政府話要小心考慮。有議員要求當局發展部分軍事用地，保安局就話而家軍事用地係冇閒置。北區出現雙非學童保姆服務，有保姆話已經借出地址報幼稚園。今屆諾貝爾化學獎由美國3個科學家攞到。詳細嘅新聞內容。菲律賓總統拒絕就人質事件道歉。人民力量計劃喺立法會提出，出年4月起逐步抵制菲律賓傭工，以至所有菲律賓人嚟香港做嘢，希望迫使菲律賓政府向馬尼拉人質事件傷者同埋死者家屬賠償。建議如果獲得通過，影響有幾大嘅咧？藍海瑩。根據入境處嘅數字啦，其實近年嘅外傭數量其實一直增加緊。而家全港大約有32萬個外傭，一半都係菲律賓人。有外傭中介公司就話，除非可以好快咁開拓到其他國家補充外傭嘅人手，如果唔係抵制菲律賓傭工，最先受影響嘅反而會係有需要請外傭嘅家庭。菲律賓總統阿基諾3世拒絕就馬尼拉人質事件道歉。人民力量計劃喺立法會提出私人草案，唔發出新嘅菲律賓傭工入境簽證，藉此向菲律賓施壓。條例咧其實係授予呢個入境處處長嘅行政嘅權力咧，其實已經可以即時做到咧，就係禁止呢個新嘅所謂呢個傭工，即係從菲律賓嚟嘅傭工嘅入境嗰個嘅批准嘅。即係其實無需透過法例嘅修訂咧，香港政府以行政嘅酌情權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民建聯對建議有保留。我覺得呢點嚟講，我哋唔能夠草率咁樣即係去處理呢件事。我哋亦要深思點樣恰如其分地表達出我哋香港人對菲律賓喺處理呢件事件嘅不當嘅憤怒，我覺得係可以。咁去到現階段話要用咁樣嘅方式咧，我哋係有保留。有外傭同僱主就覺得抵制菲傭對菲傭唔公平。冇搞到啲菲傭咁慘啦，人哋揾食係咯。即係我覺得係兩件事咯。即係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問題，咁你唔通個個國家有問題，我哋都抵制嗰個國家嘅大家往來嗰個商業啊。I don't think so. It's fair enough for us Filipinos because we need more job. We need job, of course, to earn money. Everybody need job. Do you think the president should have apologized? If it's, I think so. Everybody must apologize if their fault, whatever its fault is, they must. It's not our fault anyway. We're just working here. 根據入境處嘅數字，過去3年外傭人數一直增加，菲傭佔大約一半。有中介公司認為要考慮抵制菲傭嘅影響。就如果我哋香港未人做好自己嗰個準備的話咧，其實都幾困難嘅。喺短時間裏邊，你又唔會感覺到嘅問題嘅。咁嚟講，當一個3個月後或者4個月後之後咧，就會一個幾大問題咧。因為如果嗰個配套做得唔夠的話咧，因為要開放第啲國家先至可以有機會彌補翻個空隙咯。佢話其他東南亞國家嘅傭工培訓未成熟，而印尼就將會減少輸出外傭。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就認為，限制菲傭嚟香港工作有好大影響，要小心考慮。對於有建議禁止菲律賓人入境，黎棟國就話：香港係自由社會，睇唔到有充分嘅理由限制任何一個地方嘅人嚟香港。好啊。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就認為，菲律賓總統阿基諾3世日前同行政長官梁振英會面嘅時候，香港被矮化。佢覺得再就人質事件向菲律賓追究都冇用，建議政府設立基金幫助事件嘅受害者。梁振英星期一喺印尼同阿基諾3世會面，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會面嘅安排唔尊重香港。我睇咗錄影嘅片段，都覺得係有矮化同唔尊重港人呢種咁嘅信息。譬如通常我哋嘅特首訪問外國元首咧，大家都係排坐嘅。
今次座位就將特首同佢嘅下屬放埋一起。基於呢位總統嘅態度咧，係唔肯為佢嘅官員嘅無能類似香港有咁嚴重嘅人命損失嚟道歉咧，我覺得再追究佢都冇用啦。如果香港繼續係懇請佢道歉咁咧，仲反為話佢玩嘢嚇，即係仲俾個機會佢嚟，即係踩低香港。咁我覺得應該有啲比較切實可行嘅方法嚟協助受害者嘅家屬啦。譬如我見到有啲受重傷嘅女士，咁香港目前係冇基金可以賠償俾咧境外暴力傷亡嘅人士嘅。我會建議特區政府咧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喺金錢上咧盡量協助呢啲受害人嘅家屬。人質事件中殉職領隊謝霆鋒嘅弟弟謝志恒認為，港府可以考慮其他經濟手段回應。我哋都唔希望，因為我哋呢件事會影響到其他人，或者會影響到其他菲律賓外傭喺香港嘅生計啊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哋香港政府佢可以揾一啲方法，或者揾一啲措施，或者一啲經濟嘅手段咁樣去同菲律賓嗰邊談判，令到嗰邊有一個回應，或者一個正面啲嘅回應咯。謝志恒話：政府官員仲未通知佢哋幾時可以同菲律賓嘅官員會面。咁對於討回公道呢一條路，仲要行多幾多年？謝志恒話唔敢估計，不過感到欣慰嘅係，時隔3年，香港嘅市民仍然冇辦法忘記菲律賓人質事件。無線電視記者郭麗婷報導。立法會暑假休會之後復會，有議員喺會上提出質詢，話香港部分軍事用地使用率低，甚至已經改做會所用途，要求當局研究向中央政府提出交還部分嘅土地。保安局話現時軍事用地冇閒置。